欢迎大家准时收看《福起來嘅》，我係綜藝群阿群妹。今日福起來嘅要愛同大家紹介乜嘅東西咯？本大家團看啊，有一種果子哦，寄上來丟丟了嘅，韓國東山，你接上食過嘅係佢滷果嘅，韓國係變到幾輪高檔紅哦。大家有想到係乜嘅果子咯？冇想到冇相關，你家家來分享，今日嘅來賓家家來分享，阿偉哥，阿偉哥你好。哦，阿喬妹你好，嘿。嘿，阿偉哥，你今日啊，你可以對那片來同大家講一下。我係苗栗太湖人，嘿，你係到桃園市。桃園市就錯誒。觀音區。好，觀音區來嘅阿偉哥，阿偉哥，你今日係唔係有帶來一種果子？韓國有種果子啊，其實佢咩係一個地方嘅地名。哦，係。楊梅果，嘿，楊梅果，其實也楊梅果啊，阿權妹我頭擺有看過，係啲幾輪搞蛋烘，蛋糕上面的裝飾就丟丟了唄，縫縫，唔過說起來，哎呀，真神呢！哦，佢係俺頭擺本身嘅原生種冇改良過誒，冇改良過誒，冇改良過誒。哦，佢真然都得拿來做果子按的平常時，像是另個按的健身哦。冇辦法用，是唔得。係啊，係唔係有一句話，我啲苗人嘅接上我同我爸爸講啊，食桃皮，食梨草，韓國食楊梅，我嘛解。我真嚟掉啊！我真嚟掉，係啊，食楊梅我真嚟掉，佢大家係唔可以食楊梅嘿。哦，加個意思是講，個楊梅非常嘅酸，酸到酸之入骨。哦，然之後形容佢講我真嚟掉，意思係咁樣。哦，古時候嘅係原生種，你原單嘅楊梅嘅品種，食起來當酸。不過也係聽講冇咁樣了。也係改良過嘅嗬，也楊梅係清高級嘅高經濟水果咯。哇，啊嘅改良啊，係用嘅來改良，聽講你係唔係要得到一種當特殊嘅品種？哦。也台灣也係改良過也太品種嘅楊梅啊！太品種嘅楊梅啊，青太粒，當幾太粒嘅？像荔枝按太粒。像荔枝荔枝有差唔多按太粒，像乒乓球按太粒嘅呢？哦，錯，唔可以整晒。哦，也係楊梅做到按太粒喎。哦，也楊梅係伊咧，伊咧基比啦。哦，伊咧鹽分啦。也係也名很多紅花。紅花就像你呀下畫面上看到呀，哇，看起來當紅當太粒，同我頭擺看到係有一點暗紅色，差唔多就按你丟丟了俾聽聽。錯。哦。也係紅花嘅品種。哦，也紅花品種地步呀仲我講個紅花按嚟嚟講其實有4種品種哦。有啲紅嘅。紅嘅。有啲白嘅。哦，白嘅。哦。還有一種烏嘅，烏嘅，嗰還有一種叫水晶紅，水晶紅，有4種嘅紅花品種的楊梅，也係有典故嘅，乜嘅典故？也紅花啊，也係一種楊梅啊，係1981年，伊咧有一位退伍嘅農民阿伯。自己養士嘅年齡，比我哋下要較大一啲咧。哦，差唔多40歲。哦，唔止，佢差唔多70歲。70歲嘅。我家係咧40個嘅，差唔多40公歲。佢從1981年嘅時間，佢從民國70年咯，佢從上去大陸返鄉探親嘅時間，佢從老家4種品種嘅楊梅。帶上來。對大陸帶上來。錯。而帶過來嘅時間，因為佢冇地方好種嘢退休嘅農民。而出用嘅梅子帶嘅殼嘅胎狀咧，出種
所搭咗朋友嘅屋下花園地位中，哦，佢種12年了，哦，又唔會開花，哦，又冇結果，哦，技術按上講老也楊梅，哦，所以嚟廢除佢，將嚟基佢，因為就唔會生，唔會結果啊，失望啊，後尾到1992年嘅樣時，哦。所以咧，經過一個朋友嘅介紹，哦，買到紅輝碩士。哦，就係帶呀楊梅果子來台灣嘅上老農民碩士到誒。碩士到嘅原因嗬，大家有緣嘛，哦啊一見如故。哦，所以呢，哦當歡喜。後尾時間因為佢年紀也很大咧。看到我對也楊梅又愛有興趣，又真然會珍惜佢。哦，後尾佢出同樣是1992年嘅年代。啊，佢出了也四條楊梅啊，送俾我。哇，送俾唔過阿偉講嘅有隻問題啊，人家佢講嗰隻鴻飛先生佢老家嘅楊梅種到朋友嘅屋企嘅，可能係研讀項，唔過唔會打果，唔會結果，竟然用嘅本佢結果嘅啊，用嘅佢做唔到，唔使做得到喏。因為佢對盆嘅地位狀態，陽光也冇充足，花藝一定不好啊。哦，限樹限枝誒。哦。冇屍體都黑鬼仔咯，咁樣結果。哦，後尾我拿咗來，一拖人濕地位，我先要土地啊。我咧種落去來講嘅話要冇，啊水果出去咧，水啦，空氣啦，空氣，陽光啦，日頭，三要素，對。嗰個我用常年咧是個經驗，調配有機肥啊，本期當專業嘅吸收啊，個水本期調試啊，結果種咗4年嘅時間，第4年嘅時候，按你算計應該是1997年啦，97年，技術開發出結果嘅，按你就結果誒，佢結咧果子嘅時間，我係識到呢下年紀地位，同台灣我已看過啊，我從來出馬是看過安泰利亞嘅楊梅。從乒乓球安泰利亞，所以我非常嘅歡喜，非常嘅歡喜，嗰時候就得到一隻鴻飛老農民，佢就本人一隻果樹，你就攞佢種出來嘅。錯。哇，唔過也係啲中國來嘅果樹，佢做得適應啲台灣嘅土地、台灣嘅泥哦。但是最重要嘅我要講嘅時間咧我聽你會回答，因為而家到講嘅時間，我最遺憾嘅係嘅楊梅結果咧，我歡喜咧，對本土地方可能睇啲咩楊梅但是佢冇分享到，佢前2年人沙往生咧，人沙走脫咧，我心裏面非常難過。後尾我就會留意楊梅，見下嗰個楊梅品種啊，用假嘅名嘅，用假名嘅，來做下水果嘅品種嘅名嘅。古時候佢係姓3點水的紅，飛起來的飛。唔過一隻楊梅嘅品種嘅名，按到紅色的紅，紅色的紅，貴妃的妃，貴妃的妃，哇，比較貼切的感覺，很高貴的感覺呢，就跟它的果實共用，大案拍炸案講，很高貴。錯，一個客家人有句話講嘅話要冇，食水果拜樹頭啊，講良田學拜田頭啊。好多咯。我表示飲水思源啊，一生一件按套嘅東西落本人傳承落去嘅時間，本來一台灣要按套品種嘅東西，冇留記唔記得啦。阿偉講家下講啊，嘅改良過後嘅楊梅有按泰粒，像乒乓球按泰粒，本單咧按你台灣咧可能就按嚟聽聽，除咗果子嘅大細粒冇共用以外，還有哪條改良嘅品種比原生種嘅較好、較甜也係用嘅？實在喺台灣咧楊梅
延伸种的用梅啊。啊。整件出老嘅黃體味安太粒嘅青天啦，哦，全部粉末肉啦，哦，也改良過嘅用梅啊，哦，而體粒太粒，嘿，哦，天意嘅水分多，嗯，哦，第三，嘅甜度很高，嗯，哦，各有楊梅的香氣。有幾甜嗎？甜度？你如果用表來測量的話，用表來測量哦。大概13到15啦。哇，13到15，竟然都嘅香瓜嗰種梅濃嘅甜度誒呢？係啊，價嘅差別係講哦，較半日照曬嘅，其實較無咁甜啲嘅。啊，佢愛凍凍熱頭為啫。全日照嘅，哦，佢甜出果安尼。哦，哇！姑嫂啊，各位觀眾朋友有吃到東神氣冇？就因為阿偉哥佢同嗰隻鴻飛老農民鴻飛先生，佢就結緣呢，姑嫂就留下暗號品種嘅楊梅帶來台灣，含做喺本地發揚光大。先休息一下，等下再同大家講哦。到到福起來嘅，我係總一群阿群妹。你今日愛同大家小姐乜嘅故事呢？係同大家小姐，唔係本單嗰種顏色，種酸酸嘅楊梅哦，係好色嘅改良過嘅鴻飛品種嘅楊梅哦。韓國今日阿偉哥底下也下熱甜，也下醋咖，真係甜死當然啦！阿群妹啲老輩韓國來出貴神褲全部開流氓咯。姑嫂，阿偉哥，你係唔係當貼心的？大爺一早當好色，當色下熱甜色嘅東西來本愛啊！嘿，來準備嘿，自家鐵製嘅楊梅餅。哇，就係挑錢嘅晚餐喎。錯，看起來適當家，哈。也餅吼，嗰也楊梅醬也得枝醬吼，也全部做人家身上的啊，有機吼，天然吼。哇，他懂得哦。哇，阿權妹見唔見真係？點樣好？跟住嚟吃平常飯嚟。謝謝阿偉哥，好，來食看啦。楊梅啊，就係鴻飛楊梅，對不對？楊梅。錯。係呀，就係好嘅，食看啦，係咪個面頭？好食冇？好食。也食凍漿呢，也食係基本單咧食冇？楊梅天然嘅吼，愛自家有枝簡單嘅製作過啦。哇！因為愛吃本身愛出去做食品業界啦，做農特產品，做果汁，做果汁、果醬、餅，也係愛年輕時代專業投入啦。難怪周圍出玩看食安醬，韓國蛋糕又淋了那個楊梅的果醬，好冇？楊梅的果醬，韓國上面有楊梅的果實。是。哇，安尼真係係全部就係自家做嘅，又按好身呢。哇，真係係一天來一碗，懂事哈吼。是的。係唔係懂書分樣？非常好，當多人對台北啦專上嘅食材，士多亞觀音區雅安農場，金福灣人文植物園區，當多人開採專上對台北千里滔滔，就係上來食呀。地方了，主要是亞餅。韓國愛這種熱甜啊，是冰淇淋因為有加一點奶油啊，會食起來比較膩，比較重一點。好，唔過呀，就知道懂清爽嘅感覺。因為楊梅有特殊嘅那個好味道。對，唔過也唔會純嘅，一開始撈到楊梅餅可能會純嘅，唔過唔會呢，全部就會甜甜嘅。錯，韓國太太甜一啲啲嘅酸。太太甜一啲啲嘅酸。韓國除咗熱甜做的食餅以外，其實韓做的食另外以後咩當空間嘅東西，很多沙拉。唔過沙拉其實佢就係菜，佢就係長菜啊、生菜啊，可能有邊一些嘅內瓜啊、紅蘿蔔啊，也食起來其實冇乜嘅好食。唔過青蔥葉嘅係乜嘅？我本地好食嘅東西，就是它的
酱，它的磷的给它姜。阿比哥给你是不是有特质？哦，我有秘密武器。嘿，秘密武器还蛮难。秘密武器哈，我杨梅作为沙拉，哦，主要就是那个汁和酱，我要准备来，哦，黑马该用的。也我调的野菜来講嘅話，嘿，也地位我優格，地位也是菜啊，嘿，生菜，生菜啊，嘿，然後我地位來講要優格，嘅楊梅果醬啊，果醬，輕鬆有秘密武器係我做嘅楊梅果醋啊，哦，有散泡，嘅比例要作對哦，作對，我比例3:1比0.5，優格3，果醬1，楊梅果醋0.5。哦，阿喬冇有玩聰明，我講聽唔到地面。好食嘅東西，我當然要加啲起來啊！來品嘗一下咧。哇，各位觀眾朋友要記得咯，剛剛阿比哥有講的那個秘密武器的黃金比例，優格是3，韓國楊梅果醬是1，韓國要加0.5的楊梅果醋，哇！好，阿比哥愛得唔得到？愛上我來食楊梅果醬誒，看起來就當好食。哇，像安尼一甜吼，食一比安尼嘅生菜沙拉，看起來其實我知道有的位生意呢唔好食那種生菜沙拉，不過像家要這樣粉紅色的醬，看起來就當上顏色啦。給出嚟楊梅果醬，好愛食。優格係酸酸的，韓國有加一些楊梅果醬跟果醋的酸酸的，韓國又有甜甜的。其實那天就會吃愛食那種的米西啊。食起來精神會使我輕爽快，心情會輕好，就當天空的感覺，瞬間就把那個生菜沙拉的那個味道大提升，大大的提升。韓國除了按呢食以外清爽的吃法以外，你那天還愛食一啲的肉啊，韓國啊，阿比講你也得食鹹豬肉，係唔係有一種特別的方式，咩同羊毛有相關？佢又會秘密武器咯。哦，佢係乜嘢呢？蒜頭，留喺啲楊梅醋，倒掉落去，有人要食較酸，醋倒較重條嘅，冇散酸，醋較少啲，較少一啲咧，基本啊，但是也地方有啲咧，我先注意嘅地方，像他好小心，嘅碗啊，一食較好，我注意冇個沙麻會吞落去啊，因為太好食咧，沙麻就會塞到肚中哦，錯，哇，還大聲哦！阿比講用基本已冇帶鹹豬肉本愛身哦，咁係太巧係嘛？嘅冇問題，佢一般有人上海山咧鹹豬肉嘅有冇？嘅出可以，亂嗌要專門係要做好嘅，貼配咧楊梅醋，也可以用仔配，也可以直接到椰子地位出賣得到。但是也醋唔係現做現賣哦。那我們人家做全部都成年醋，用有3年以後人上拿來賣，所以很沉很香。哇，按好嘅東西，唔但唱好食，其實佢營養價值咪當高，錯冇？錯。楊梅有乜嘅營養呢？楊梅啊，有含鈣、鈣質、鐵、磷，也食了以後嘅話，另外等於楊梅係鹼性咧，鹼性人體嘅酸性咧，對，佢可以綜合體質，酸鹼綜合，過為時節嘅話，楊梅鐵質就會按呢維他命 C 含量當高，有有機酸，因為它纖維很多，有沒有？吃落來都是地位。會促進你嘅腸係點樣滾咧，那個會排毒。哇，可以幫助我們人體的新陳代謝就錯哎。女孩子吃的會補血。懂好。男孩子吃的身體會很強壯。哇，古種楊梅好促進運動到呢。韓國啊，因為亞東西愛食空氣呢，古種。阿比講咩當用心用有機來種葱嘛，有機嘅方式來種。唔過像亞果子啊，你剛剛講紅飛按太粒嘅，又按香又按甜按好食，嘅從來唔會來食嘅。
凡是做有机的啊，唔做较用心啦。哦，去咧唔可以是种家下哦，种到杨梅要大家嘅时间哦，讲树嘅为主。哦，一当中嘅话，按辛苦种那个树嘅，我结果为时间。煮体咧。嘅树嘅比煮啊，营养就上唔去嘅。嘅几条位都会小体，吓英国会小体啦。认错。所以你要做种下有机嘅时间啦哦。可能世界有3种东西啦。我公布2个啦。好。一个我本来啲来保密啊。好。我睇的是硫磺。硫磺。硫磺可以杀神啊。个天嘅。硫磺我用嚟用撒硫磺粉吗？硫磺粉，留石灰当然难咧。嗰留一種係秘密哦，大公開哦，佢那攪誒，嘅樹誒天嚟下，我一次都天嚟嘅面搭我，一審測嘅地方，30頭嘅地方是好咧，佢用油漆刷給它塗一塗啊，心中叫做天牛啊，天牛，佢遇到當我批到安啲東西啊，佢會講其實離開樹誒出。他冇安尼，唔可以有個蟲誒，唔可以有安尼變蟲害，也對樹嘅防治。哇，古時候用安尼方式啦，蟲誒就嚇唔可以來，唔過種有機啊，青春就愛食空間。古時候阿咪講當蟲師呀，用梅購置本大家食落去有空間冇，還有按動物嘅故事，先休息一下，等下再個同大家講哦。好，各位觀眾朋友，歡迎進到福喜來嘅，我係綜藝團阿權妹。好，剛剛有看到阿權妹食咧當好食咧楊梅嘅餅同沙拉冇啊，楊梅嘅米線真基本，阿權妹哇印象深刻呢。嗰時候啊，家下阿肥講咩有講到一有機嘅種楊梅嘅方式，其實冇按計，愛放嗰條海草，愛保護一條果子，佢條將會係有機嘅係健康嘅楊梅。係，除咗也愛防蟲嘅以外，係唔係其實也樹誒咩愛攞佢做保護，果實咩愛攞佢做保護？食材楊梅啊，是一個非常專業的樹種。係，韓國佢皮又安尼泡泡嘅，天天很脆弱誒。因為種這個楊梅哦，會種的人很容易啦，不會種的人真的很困難啦。我覺得這是專業樹種，那個因為對呀，當我時間較有限，係對呀楊梅種楊梅按樣板型種，才會上來講，又會水果又會打落好，佢唔怕，我會當太房，有時間唔出到進步案，阿咪哥真個，我有冇嘅事情，聊天打嘴鼓就錯因為呀，他愛講我專業嘅，專業誒。好，原來係安尼。唔過啊，像楊梅啊，楊梅愛撈佢摘下來，是不是也要特殊的技巧？因為這個楊梅比較嬌嫩，撈一楊梅撈個草莓而家點咩？係草莓就用剪的啊。一當啲批啦，楊梅。撈個草莓中央，冇硬嘅皮啦，較嬌嫩啦，所以唔可以炸下，我用準啊去，像按你準，用準啊去，冇綁啊去，會快啲會輸送，錯啊，輸按樣，炸楊梅係按嚟炸嘅。古時候聽說一種辛苦嘅手工，一粒一粒嘅撈佢炸下來呢。辛苦也唔會啦，楊梅特定顏色嘅啦，命都當歡喜啦，心情會當好，天天嚟做那下來，做安尼拿去啦。唔過呀，楊梅嘅產季唔咩短短係？楊梅嘅產季係安尼啦，你睇我要紅花樹有40品種嘅，我家頭先講過嘅咩4種。楊梅嘅季節係農曆嘅。4月8到端午節的中間，短短差不多20年的時間。如果用新曆國曆來講的話，用國曆來講的話，對，就是5月中啊，到差不多也到
6月中以前，比较短的时间。一张月咧都冇。不过也係當好嘅事情啊。哦，用嚟講。因為當到水果出當到水果1年大100啊。係。楊梅咩1年大100啊？哦。一當嘅時間，出國去數成起來，唔係當運氣。唔過你以後係按到嘅楊梅過來到亞數行安用嘅處理。哦。也有20年嘅時間。係。哦，外家嘅楊梅有4種楊梅，但是有2種係較早嘅。係。2種係較慢嘅。哦。哦。跟採收嘅時間來講，哦，他嘅人數提供嘅楊梅，採收期按短。一到4月8，當好機4月8，個端午節中間，出當到人，我是楊梅人，而出來我注意點呢。鮮豬文錯哦。哦，嗰時候除咗鮮果以外，係唔係其他嘅可能冇鮮果會冇買添冇？會有安尼情形？哦，一天話，因為而目前來講，種楊梅啊，哦，係算起來係有產量嘅。哦。但是我有步驟來做，譬如呢，買嘅客戶群吃楊梅的客戶群有按多，我今日摘嘅水果來講，比如來講，今日摘咗嘅水果係有100斤，比如那嚟講，譬如這樣說，哦，可能賣掉80斤，可能還有剩下20斤，那我們就弄乾淨以後，處理乾淨以後，馬上急速冷凍，冷凍。把它的鮮果的味道就封存起來，不會變啊！出來嚟做哦。唔過像亞數紅也比啊，就是我們剛剛說到誒，唔講係果醬啊，也係唔係果醋啦，也係果醋。嘿，韓國就係剛剛在沙拉裡面的秘密武器嘛。要這樣吃就係楊梅去加工的嘛，去做去發酵的。錯。錯。你喺外做案嚟處有2種。一個是用蜂蜜給它發酵，蜂蜜醋。第二個的話，我是用高粱給它發酵。高粱嘅也係哪一種誒？也係蜂蜜嘅。蜂蜜嘅原來是看到唐公阿比講，你不可以吃真做得出夾食蟲冇？鹹一啲啲嚟，啲再紅係做得咧。錯得啦，普通嘅醋係4度，我也係8度，還可以這樣喝。天然啊。其實係甜嘅呢。你知道有個蜂蜜的甜蜜，哇！你吃到啲 Hellboy 那個韻味非常好誒，都好食。韓國一般來講，嘿，大家剛好有講，就是成年的楊梅醋嘛，就天然的。天然又成年的楊梅醋，都不卡一般用嘅來稀釋，嘅比例會用嘅較好。普通人啊，因為醋吃的對身體非常的健康啊，但是鹼性的。有的人怕酸啊，他就會試着，用稀釋的方式，1比10也有啊，1比10，有也是1比8，1比8，沒做得。像我吃醋是習慣了以後會發現冇，我出去吃原味我冇頭啊，冇頭就按你食，我上嚟食啦，很香哦。食嚟整什麼檔好啊？韓國有食嚟後料，年幾個檔好，整什麼檔好？唔可以有嗰種有啲咧辣辣嘅感覺，唔可以有。錯，也甜嘢咧。嘿，除咗楊梅啊，有種果子當啲譬如按太料嘅紅飛楊梅以外啊，其實阿比講咩有當到，我冇看過嘅果子哦，像一下你就可看到嘅，也係黃皮果，黃皮果啊，也係。魚卵檸檬，魚卵檸檬，一係做得食看哪冇？要用嚟食啦。好，跟嚟，嚟來。當神奇呢？用乜很多魚卵嘅檸檬？阿比講用乜上我帶一條果子來到。因為養生健康啊，個台灣看唔到呢東西啊。看。那年呢？年都樹紅好咧。年都樹紅。我老虎啊。咬它的果肉，果肉就都鴉片，像真嘅像魚卵用嘅呢，韓國有按你水紅那個粉紅色的。錯，好，要營養價值全部清果啦。也係檸檬哦。錯。做得吃夾食。可以哦。會不會很酸？你吃了以後會想再真的嗎？吃了會刷水嘅。好深呢。深呢。
韓國也係啲那片來嘅果子啊？澳洲。澳洲。哦。韓國那邊還有看到一隻，這個叫做沙梨，對不對？阿比講有按到按貼片的果樹啊，各位觀眾朋友看到可能沒試到，因為按成次有按到冇叫嘅果樹，做得去前看前買冇？非常嘅關鍵。哦，因為我嘅理念所按嘅啦。係。我種嘅水果來講哦，因為你啊寸土寸金啊，哦，嘅地方也唔會侵犯啦。係。我愛種有高經濟嘅東西，哦，所以咧，我對對人體有幫助，非常養生的。亞的都懂養生。全部非常養生的。哦，嗰個東西要厚身。哦，按呢東西我就會便宜。哦，所以講攞買較普遍看得到嘅，我延續出較無。一條當貼片咧，以前阿比哥做錯嘅。錯。古時候啊，其實出題做得去看一條果樹，買一條果樹嘅苗以外，其實咪做得去請阿比哥食下午茶從冇。哦，不一樣。我咪要做餐點啊。係啊。好，古時候各位觀眾朋友，大家係對羊毛有興趣，對一條特殊嘅果子有興趣，大家就做得去請阿比哥教哦。今日什麼阿比哥來到你節目當中。謝謝你。謝謝阿比哥。為什麼各位觀眾朋友會收看？好，你今日節目就到這，大家記得愛惜羊毛，愛看羊毛，記得去請阿比哥休息一下，等下繼續來聽欣賞好運通了。